咁多位女記，大家早晨啊！我係導遊小蚊子，今日帶住我哋美食之旅40位團友嚟到中山東莞山嘅，兩晚都係住國際品牌希爾頓酒店。我哋第一晚就住呢間中山利和希爾頓花園酒店，房間寬敞企理，樓下就有商場，夜晚想出去行下食宵夜都好方便。早上亦都有非常之豐富嘅自助早餐，喺呢度住得非常之舒適。二晚我哋入住嘅係東莞萬江希爾頓花園酒店，呢間係東莞新開業嘅國際品牌酒店，酒店建於東江嘅江邊，房間非常之寬敞大氣乾淨，每日前10位報名仲可以升級江景浴缸大床房，洗手間都係做到乾濕分離，升級房我哋就帶有獨立嘅浴缸，酒店嘅設施有健身房、空中泳池。另外仲安排麻雀俾大家玩，夜晚仲安排 KTV 俾大家唱夠本。到食方面就更加豐富啦。第一日中午食五指毛肚花膠乳鴿火鍋宴，每圍台有走地雞1隻、鹽焗乳鴿、玫瑰紅燒乳鴿，仲有一大煲嘅臘味煲仔飯。午飯之後，我哋嚟到神灣菠蘿嘅原產地，任食神灣菠蘿同番石榴，再嚟一人一杯菠蘿冰解解暑，仲有每人贈送1斤菠蘿帶返屋企。晚上安排中山特色嘅私房菜，有瑤柱粟米羹，一人1隻澳洲帶子。金沙葱油雞、沙姜白雲豬手，傳統嘅5柳炸蛋、薑汁蒸海鱸臘味、古法馬蹄炆冬菇、金肉滿堂豆腐。第二日嘅午餐，我哋亦都係喺中山食私房菜，圍台有荔枝柴燒鵝半隻、粉角炆掌翼、清蒸吊水鯇魚、勝瓜炒鵝胗，仲有呢個特色火焰蝦。飯後仲會安排水果，1個半鐘嘅車程就會嚟到酒店。到咗酒店就會安排下午茶俾到我哋嘅貴賓享用。第二晚我哋喺酒店食豪華嘅海鮮自助餐，必不可少嘅刺身，各種各樣嘅海鮮，各式各樣嘅烤串、豬手，呢邊嘅熱菜亦都非常之豐富。明檔區有煎魚、煎扒、生蠔，甜品區嘅品類亦都好多。呢邊嘅紅酒、啤酒飲品隨便飲。生日嘅午餐，陳村粉碌鵝宴，仲有呢個鹹香雞、非遺豆醬蒸生坑鯇魚，每一餐仲係9餸1湯。飯後再嚟返杯鹹檸七，我哋全程純玩零購物，行程嘅節奏寬鬆，一家大細都適合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留言啦。